那就是呢，请各位呢都能够好好的回想，因为呢，我们在课前呢所做的这些修法，最主要呢就是世界呢所有的一切呢，就是整个地球呢都能够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的战乱、疾疫等等。然后我们也是为了这些目的呢，跟三宝做祈求，然后祈请三宝的加持。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以我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以印度来说呢，就是新冠肺炎呢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呢，就是新闻呢就在报说，现在印度呢几乎每天都是10万人以上的感染，而且呢，现在印度的病毒呢是属于这种新型的变种病毒，所以对于年轻人呢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感染。非常容易的感染，那新闻呢就是每天都在报，所以希望说就是大家能够好好的回向呢新冠肺炎呢能够早日的息除，而且呢除了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有在这样做发愿以及回向之外呢，那希望说大家平时的时候呢也能够每日呢就是恒常的来做发愿，无论说自己是做了供灯也好，或是供养也好，或者说到寺庙，乃至说平时做任何善行呢，那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回向。因为新冠肺炎呢，为整个地球呢带来了不小的这种伤害，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呢，就是有行任何的善行呢，都能够回向新冠肺炎呢，能够早日的息除。那特别呢是像以印度的首都德里来说的话呢，那德里现在呢就是中央政府呢开始进行这个封城的管制。那除了德里，像现在三大市所在的就是南印度堪纳扎这个州呢，这个省份呢，那它同样呢也是开始就是省政府呢，或者说州政府呢，它开始就是也开始慢慢的发布这些就是封城的这些禁令，像是晚上几点之后不能出门，或者说中午什么之后呢就不能出门。那这些呢就是会越来越严格，就是政府在实施这些管制措施呢会越来越严格。那我们知道说现在的新冠肺炎的这个疾病呢，它是属于全球性的这个疾病，世界性的这种疾病。那会有这样子的疾病产生呢，它绝对不是无因而生的，那它一定是呢，我们过去世呢有造了如是的业之后呢，今生呢才会感得这样子的果，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回向呢，好好的发愿回向呢，这个疫情呢能够早日的过去，因为呢，现在的疫情会这样发生呢，一定和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呢有关系。如果在过去世呢没有任何人造下这样子的业的话呢，那他不会感得这么大的这种果报。所以呢，不会有这种异手的果报产生。所以希望说大家呢，就是平常呢就能够多多的回向，然后呢多多的发愿呢，这个疫情能够速速的洗除。那特别呢，就是我们知道说，现在疫苗呢也有在研发。那在研发疫苗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些研发的人员呢都非常的辛苦。那除了这些研发的人员之外，呢，那像是平常呢在照护的这些医生以及医护人员等等呢，那他们呢就是在做一些我们所做不到的这些善行。这些善行呢，唯有他们才做得到。所以，我们真的要对这些人呢升起随喜的心，而且呢，要发自内心的呢去感谢他们。往往呢，因为我慢的关系呢，我们会看不到别人的功德。那因为我慢的缘故呢，会觉得自己最了不起，而见不到他人的功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看到有一些人呢，他能够做我们自己所做不到的这些善行的时候呢，就是我所做不到的善行，但是他人做得到的善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他所做的这些功德呢，是超胜于自己的。那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就要对这些人呢，就是真正的呢升起随喜的心、欢喜的心以及感恩的心。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因为新冠肺炎的缘故呢，有很多的医生或者说医护人员呢，都因此呢而往生，所以他们真的是做一些我们平常呢所做不到的这些事情。那同样因为新冠肺炎的缘故呢，他们感受到了这些痛苦，那也不是说这些痛苦结束之后呢就没有，他们同样呢来生还是会在轮回里面呢不断的流转。所以当看到他们有做到这些我们所做不到善行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恭敬他们呢，学习他们。而且呢，要知道说这些呢是对我们呢是非常大的这些恩德，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乃至于说平常呢，我们看到有一些
其他人在行善的时候呢，那他所做的这些善行是我无法做到的时候呢，就知道说他能做的这些善行我无法做到的缘故，所以他在做的这些善行呢是超胜于我们的。那能够行这些善行的人呢，其实是不分任何宗教的。我觉得任何宗教呢都会有这一些努力于行善的这些人。那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真的要发自内心的，而且恒常的呢，就是祈愿他们能够长寿无病，然后也发愿他们能够过得越来越好。然后呢，这个呢，也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呢去观别人的功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别人做得到的，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一些。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们平常呢都是会去分呢，就是所谓的呢和我亲近的人，或者说呢和我不亲近的这些人。那和我亲近的这些人呢，那我呢就会觉得说，这些人呢是和我比较好的。那和我比较不好的这些人，我就认为说，这些人呢，他是我的仇人。就是我们平常呢总会以我自己为中心，然后呢总是去珍惜呢我所想要的，然后呢同样呢也去别人呢只要说你这个人很好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呢就会觉得说，这个人跟我很好。那平常呢我们在看痛苦的时候呢，也是会看到自己的痛苦，都不会管其他的人。那当有人呢就是对我们好的时候呢，无论说他是赞叹我们或是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从心里呢就会认为说，这个呢是属于和我比较亲近的这些人，他们呢是属于和我亲的人。那和我比较亲近的这些人呢，我先把这个框架列出来之后呢，然后发现说，这些骂我的呢，对我不好的人，他就跟我不是亲的人，然后乃至于说呢，你会应该说没有赞叹我的这些人呢，我就把它归为呢不是和我亲的这些人。那不是和我亲近的这些人里面呢，那和我不好呢谩骂我的人呢，又把它归类为呢这些是我的仇敌。那和我亲近的这些里面呢，我又会区分说，这个人呢他是我的亲戚，那这个人呢他是和我同一个宗教的，这个人呢他和我是同一个国家的。就是我们心绪里面的非理作意呢，会不断的呢去做分类，把这些人呢去做分类，那乃至于说呢，我们全部呢都是同样是人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会讲说呢，这个人呢他造下了杀业，他杀了一个人，所以他的罪恶呢比较大。那这个人呢，他伤害了其他的友情，因为所伤害的不是人的缘故呢，所以他造作的业呢是比较轻的。我们会去做这种分类，但是呢，在这些分类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和我亲戚的这些人呢，他和不是我亲戚的这些比起来呢，我会觉得和我是我亲戚的这些人呢，我会对他比较好。那和我同个宗教和不同宗教人比起来呢，和我同一个宗教人呢，我也会对他比较好。和我同个国家和不是我同一个国家的人相较起来呢，我也会对我同一个国家的人比较好。所以我们的非理作意呢，就是这样子呢，不断的呢去做分类。但是如果说有一天呢，就是当我突然感到头痛，而且痛到无可忍受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去看医生。那去看医生的时候呢，我绝对不会去问说，这个医生呢，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亲戚？这个医生呢，他到底是不是和我是同一个宗教的？那这个医生他到底是不是和我是同一个国籍的？我们这时候绝对不会去顾虑这些，你只会想说，这个医生呢，他能够把我这个头痛，我无可忍受头痛治好。如果这个医生呢，他能够把我的病治好的时候呢，你这时候不管说他是什么宗教、哪个国家的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觉得说，这个医生呢，对我来说就是佛，他就是一个能够救护我的这个对象。你自然而然呢就会升起这种心。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呢其实不会有这种分别，你只是觉得说呢，他就是一个能够帮助到你的这个人。那如果说我们对一切的友情呢都能够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我们心绪里面对他人呢，因为他人而产生的贪心也好，或是嗔心也好呢，这种烦恼呢，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减少。那同样的呢，我们可以去思维呢，就是从今天早上一早开始呢，然后到我回家的时候呢，就是利益我的人呢有多少？那我们可以去发现呢，其实真的利益到我的人呢，就是有95%以上的人呢，是我都不认识的。那只有5%呢，帮助到我的人呢，可能才是我所认识的。因为呢，我们可以去思维到说，比如说以我现在所住的这间房子，那我住的这间房子呢，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呢，
从一开始呢，盖这个房子的人呢，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从开始呢，就是挖地基的这些工人，那乃至于说呢，挖地下水的这些工人呢，那这些人呢，全部都是我所不认识的。但是因为有他们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利益我，就是从房子盖好到现在呢，就是每天呢都有利益到我。但是呢，我们平常呢，并不会去想说到这些人的功德，而只会去想到说呢，我所认识的这些人呢，他带给了我怎样子的帮助。他对我呢有怎么样的利益？那除了说以这个例子来说呢，那乃至于说呢，像是我们平常在吃早餐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这个早餐呢送到我的手里的时候呢，那实际上呢有多少人为这个早餐呢付出过他的辛劳？那就像呢要有这些种植的人，然后同时有加工的这些人，然后还有呢就是煮饭的这些人呢，有这么多人呢。有这么多人帮忙之后呢，我才能够吃到这份早餐。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说断定说，我一天呢所获得的这个利益呢，其实95%以上的人利益到我的人呢，其实呢都是我所不认识的。那我们呢，在心里面想到说帮助我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想到这些人，只会想到说呢和我有关系的这些人。你只会想到说因为这个人的缘故，所以我今天获得了怎样的好处。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在透由行住坐卧的时候呢，都是透由别人帮助我们呢，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舒适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去机场的时候，那从机场呢，从下飞机开始，然后到进入机场呢，就是从所有的这一些办事的人员呢，他们呢全部都是利益到我的人。那乃至于说呢，我们到旅馆去的时候呢，那为我们服务的这些人员，或者说呢，我们去餐厅的时候呢，就是我为了吃一顿饭呢，那从里面呢，就是接待的人员也好，或者说呢，在后面煮饭的人也好呢，那这些呢，全部呢都是利益到我的人。但是呢，我平常在想到说，今天谁帮助到我，或是谁利益到我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去想到这些90%以上的其他人，我们只会呢想到说，5%帮助到我5%的那些人呢，我们会想到他们之外呢，其他95%利益到我的人呢，其实我并不会想到他们的。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今天晚上呢，如果说小林请我吃饭的时候呢，那吃完饭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呢一定会非常的呢感谢小林，因为觉得说呢，今天呢刚好在我肚子饿的时候呢，那小林呢他请我吃饭，那我会感谢的对象呢就会感谢到小林而已。但是呢，在中途呢，就是为我们点餐的这些服务生，为我们送饭的服务生啊，至于呢在后面为我们煮饭的这些厨师呢，我的心里面会升起一个，就是他有帮助到我，他利益到我的心嘛。其实我们只去思维的时候呢，并不会。我这些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因为在思维方面呢，往往呢只会想到一个，就是我所认识的人，或是直接利益到我的人呢，那我会对他升起感恩的心之外呢，那其实在后面付出的这些人呢，和我不认识的这些人，虽然说他有利益到我，但是呢，我并不会想说到呢他对我的这些好处，所以我们大部分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思维到其他人呢对我的好处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呢才会升起各式各样的我慢、嫉妒心，以及说嗔心等等。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认明到所有其他乃至于说我所不认识的人呢，他对我的这些好处的时候，我能够这样去思维的时候，自然心绪里面的慢心、嫉妒以及嗔心等等，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减少。然后为什么说我们只会对于说直接请我的这个人呢，我会对他升起感恩的心。那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清楚认明到说哪一些人呢是利益到我的人，最主要呢还是出在于说思维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观察内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随时呢都要把握着正知。那正知呢，就是观察说，当我们心绪里面升起烦恼的时候呢，我们要立刻升起这种追悔心，而不是让我们的烦恼呢继续下去。所以升起追悔心呢，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如何升起追悔心呢？就是我们要常常保持正念，去观察说，我什么时候呢升起了烦恼？因为对于我们初修行者来说呢，一开始呢就是要求自己不要升起烦恼，这一点呢是不可能的，就是烦恼呢一定会升起，所以这个时候最主要呢就是透由这个正知呢，然后去观察，当发现呢烦恼一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呢就立刻的去制止，然后呢去升起追悔心，想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升起这样子的烦恼。那当我们能够
平时呢就做这种锻炼的时候呢，那总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在烦恼尚未升起的时候呢，就已经察觉到啊，我这个烦恼快要升起来了。所以在烦恼尚未升起之前呢，你就能够不让这个烦恼产生。所以呢，我们平日呢，就是像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所做的这些修法呢，就是要让我们呢能够好好去累积资粮，累积这些福德资粮。因为呢，我们唯有具备了福德资粮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心想事成，想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才能够顺利。乃至于说，因为我们的福报够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呢真正的去利益有情。那像我的老师呢，他就时常教诫我说，就是当你在享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小心的时候。你去吃好的、住好的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那因为在月称菩萨呢，在入松论的第2品呢，就有讲到说，就是如果呢，我们今世呢把这些福报都用尽之后呢，那来生呢所剩余的呢，就只有痛苦。就如同说呢，我们现在呢，把我在银行里面的，无论说像是本金也好，或是利息呢，如果说全部都用完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就没有东西可以使用了。所以同样的呢，如果说我把我过去世所累积的善行呢，所累积的这些福德呢，都用在于今生的享乐之后，那用于今生的享乐之后，又不再去累积善行的话呢，那你过去所造的善，在今世感果之后呢，来生就没有。那你唯有感受苦果之后呢，就没有。所以有时候呢，再去就是我们就是日子过得比较舒服一点的时候呢，像去吃好吃的，或者说在有一些享受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呢会感觉到很开心。但这个时候呢，就要警惕自己说啊，要小心，不要把过去呢所造的这些善行呢全部都用完。那但是呢，也不要说就是想过头，因为有的人会想过头之后呢，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然后呢，自己的心力呢就因此低落下去，然后反而提不起心力呢去帮助他人，或者说呢去利益自己。那这种呢是不对的。总之呢，就是我们在造这些。我们在享受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思维到说，除了现在在享受之外呢，我自己也要小心一点，而且我一定要好好的呢去累积，去造这些福德资粮，不然用完之后呢，下一生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呢，就是有3种状况会死，然后第一种呢就是福尽而死，那第2种呢就是寿尽而死，第3种呢就是非死死，就是我们的福报用完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失去生命。那第2种呢，就是当我们的寿命结束的时候呢，那这个也会失去生命。那第3种呢，就是最差的就是寿命尚未尽的时候呢，福德也尚未尽的时候呢，就因为其他的因缘呢而死亡。所以呢，平常在享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多做一些思维。仁波切好，最近学习上面呢，就会觉得说，在皈依对境的时候呢，它其实可以累积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也就是说，面对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同时可以累积，比如说刚刚仁波切你引导的就是对更多的人念恩这样子，就是可能这个分应该是属于福德资粮。那我怎么再去累积智慧资粮空性的部分？也就是说，我面对到一个境界呢，我怎么样同时可以累积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这样可以吗？那平常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增长我们的智慧资粮呢？那就是透由就是我们去思维像是无常，或者说灭地，还有道地，或者说去思维空性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呢在累积我们的智慧资粮。那至于说呢，就是有一些论点里面，就是有些人会辩论到说，就是好像有人会提到说，就是所谓的恶资粮呢，是唯有大乘的行者之外呢，小乘的行者呢，他是没有办法累积福德资粮以及智慧资粮的。他们所累积的呢，只能够称之为叫做福德资粮的支分，或是智慧资粮的支分，或者说我们说随顺于福德资粮或随顺于智慧资粮之外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恶资粮，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存在。但是呢，我们这边就是就是如果都能够获得的话，无论是大小乘呢，都可以累积福德资粮以及智慧资粮来说的话呢，那如果说可以累积
智慧之良的话，那我们能够做到的呢，就是像刚刚讲的思维无常、思维灭地道地，以及思维四谛，或者说思维空性呢，那这些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累积智慧之良。那所谓的智慧之良跟福德之良是如何的做划分呢？就是我们知道成佛之后呢，能够承办佛陀的色身以及法身。那能够承办佛陀色身的因呢，就是福德之良；能够承办佛陀法身的因呢，就是智慧之良。所以呢，我们这边想要说呢，就是能够承办色身的因呢，就是福德之良；那能够承办法身呢，也是一切遍智的因呢，就是智慧之良。那这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出自于龙树菩萨的六十正理论里面。六十正里面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所造的这一些善行呢，它能够承办呢，就是智慧以及福德这两者。那透由智慧以及福德二之良呢，它能够所获得的呢，就是两种佛身。那两种佛身呢，指的就是佛陀的色身以及法身。那我们上述呢，就是讲述到就是福德之良呢，它是能够承办呢，就是佛陀呢色身的因；那智慧之良呢，是能够承办佛陀法身的因。那这个是以就是显密共同道来说的话呢，是如是成立的。但是在成立说就是能够福德之良呢，能够成为佛陀色身的因呢，显教和密续呢又有不同的讲法。因为以显教的讲法来说的话呢，就是福德之良呢，它能够承办佛陀色身的因呢，最主要是因为成为具有缘的缘故呢，它才能够承办佛陀的色身，并非是尽取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显教所讲述的福德之良呢，就像是我们在观修菩提心也好，或者说观修大悲心也好，或者说呢我们在像礼佛啊、供养等等的这些呢，那这些呢，你要说。因为不知道说色身呢是佛陀的这个身体，然后你要把这些菩提心、还有悲心、还有像礼佛这些呢变为色身的体性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承办佛陀色身的最主要的因呢是透由成为具有缘的缘故呢而成为佛陀色身的因。但是呢，如果说以智慧分来说的话呢，就是以智慧之良来说的话呢，我们想要说智慧之良呢，像是证得空性的智慧，或者说证得无常的智慧呢，那它最后呢，它的体性呢是都可以变为一切遍智的。所以以智慧之良来说的话呢，像是证得空性的智慧也好，或者说证得无常的智慧也好呢，它都是能够承办一切遍智的，无论是尽取因或是具有缘呢，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但是以显教来说呢，他在解释就是福德之良呢能够成为佛陀色身因的时候呢，他无法从尽取因的这个角度呢来做解释，他只能从具有缘呢来做解释。那在以密续来说呢，密续在解释的时候呢，和显教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它在承许呢，就是透由二之良呢，能够承办二身呢，同样也是引用龙树菩萨呢所讲述的60正理论呢来讲的。不过呢，密续它比较超胜的地方呢，比较殊胜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解释说福德之良呢如何承办佛陀的色身，而且福德之良呢，它如何是佛陀色身的一个尽取因。因为呢，在密续里面呢，还有讲到说，所谓最细微的这个心风，就是伴随着我们的心事呢，然后每一个心事呢，都有跟随心事在一起的这个心风，或者说呢，新的坐起的这个心风。那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有学过心类学。那心类学里面呢，我们讲到说五根支。那五根支呢，是在我们心绪里面呢，是属于最初分的这种了知。那比根支再为细分的呢，就是意支。那意支呢，就是以显教来说呢，意支它又分为呢，像是做梦时候的这种意支，以及呢，像我们临终之前呢所现行的这种意支。那这种呢，都是属于细分的意支。那在显教里面所讲述最细微的这种意支呢，就像是证得空性的智慧，这个大概是显教里面呢最细微的意支了，没有比这个还要再为更细微的。但是密续里面呢，还有提到一个呢，就是比显教呢还要来得更细微的这个心。那更细微的这个心呢，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呢所现起的这个具身心。那这个具身心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心呢都会伴随着一个心风，所以呢在讲述到二之良呢承办
二生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福德之良呢，它是承办色身；那智慧之良呢，它是承办法身。就这个具身心呢，和他的心风呢，就如同像是我们在心类学里面讲到心王呢，它一定会伴随着五片行心所一样。所以呢，只要是密续成举，你只要是心的话呢，一定有伴随着这个心的心风。那所以在密续里面呢，他会提到说，就是具身原始之光明。那这个具身原始之光明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智慧的体性，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呢智慧之良。那和这个具身原始之光明呢在一起的这个心风呢，或者说具身原始之光明它所集成的这个心风呢，它呢就是成为法身，也就是呢它是福德之良，它也就是能够承办法身的这个因。所以最后面成佛的时候呢，具身原始之光明呢，具身原始之光明，它是法身的进取因，然后最后它的体性呢就成为佛陀的法身。那具身原始光明的心风呢，它是属于色身的进取因，所以在成佛的时候呢，具身原始光明的心风呢，它就成为了色身的这个体性。所以呢，以密续在做解释的时候呢，它是能够完全呢去解释到说，智慧之量以及福德之量这两者呢，它为什么呢能够成为佛陀的色身以及法身的进取因。所以为什么会说密续呢它比显教呢还要来的殊胜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很完整的呢去解释到说，这二之良呢承办两种佛身，而且这二之良呢它都能够成为两种佛身的一个进取因。所以在这一点之上呢，它的解释呢是超胜于显教的。至于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人们界说呢，就是以他自身的想法来说，就是我们不要讲一些就是很深奥的这个道理，就是以人们界他自身的想法来说的话呢，他会觉得说就是不要去打官司呢会比较好，因为呢就是尽我们这一生的所能呢，然后去累积资粮呢。人们界觉得说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就是他自己想法，因为呢现在对于你来说呢，现在就可能是处于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那到底呢是要往前走呢，还是往后走？那为什么人们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如果说假使我们去因为这件事情在打官司的话呢，那其实父亲呢他也是回不来的。那可能因为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呢，那不仅仅说只针对这个人，那和他有关系的这些人呢，我们有可能呢也会伤害到。那就像呢，如同刚刚所说的，就像现在呢，全世界呢都因为新冠肺炎的缘故呢，然后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辛苦。那这个新冠肺炎，我们要和谁去打官司呢？你找不到一个对象去打官司的对象。我们这时候只能思维到说，因为过去是我们造了这样子的业，所以呢，现在所感的呢，就是这种痛苦的果报。而且呢，人们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合掌呢，然后就很至诚的跟你说，如果说你能够从这样的角度呢去思维，然后呢，人生呢就是接下来的人生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人生其实再长也没有几年。那与其之后的这么多年呢，都要在这些事情上面呢，然后不断去打官司，或者说因此呢而让自己更痛苦，那不如说现在就内心就抉择呢，就是我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好好的呢去累积资粮。如果说你能够这样去转换你的心境的话呢，那人们界他说他是真的非常的随喜你，而且也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就是说，往往呢，我们内心呢会觉得说要去讨一个公道。那所谓的公道呢，它就是有分为几种，有一种是它本身公道就在那边，那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很想呢，就是去讨回一个公道。但是你要讨回这个公道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可能呢会因此呢而产生更多的烦恼，然后增长更多的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思维到说，那用这种方式去讨公道的话呢，它真的合适吗？那如果能够这样去思维的话呢，那这个呢，也就是真正的呢，在修持忍辱。所谓的忍辱呢，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以及痛苦的时候呢，去行持的。所以，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也就是真正的在修持忍辱。因为呢，像是我们偷游三门呢所造作的这些烦恼呢，那烦恼造作之后呢，那你再去碰它的时候呢，我们烦恼呢只会变得越来越多之外呢，而且可能因此呢，就是造作更多的这一种
恶业，然后累积更多的烦恼。就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呢，就是平常呢我们在跟某人讲述某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你是用正确的原因呢在做说明，但是这个人呢可能没有听进去，然后呢他因为没有听进去的缘故呢，你要再找其他理由呢去跟他讲，然后讲到最后面呢，你就会发现说啊，早知道一开始呢不要讲就好了，一开始不讲刚刚好，会升起这样子的心。所以对于烦恼有可能会增长烦恼这件事呢，我们一开始如果能够制止的话呢，那是最好的。那就如同呢，平常会讲述到说呢，就是我们是一个修法的人。那既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修法的人，或是学佛人的时候呢，那无论说我们的在思维方式呢，或者说我们的行为呢，都要跟这些没有修学佛法的人多少呢，都要有一些差别。那如果说呢，我们说自己是一个学佛的人，或者说自己是一个出家人，但是我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我的思维方式呢，要是跟一般人都没有什么两样的话呢，那我怎么可以称为自己是一个出家人，或者说称为自己是一个学佛的人呢？那仁谦呢，就是和长呢，就是和你说呢，他希望呢，就是他的期望呢，就是最好呢可以不要打官司，那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打官司的话呢，那也希望说呢，就是不要让对方呢感受到太痛苦，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仁切就是和长呢和时，然后对你的一个期待。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呢都要保持一个谦虚的心，无论说呢我的身份呢是出家人也好，或者说呢我有一个上师的名称也好，或者说呢我是一个学法的人也好，或者说呢我只是一般人也好呢，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谦虚，因为当我们内心能够谦虚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我心里面的慢心呢就不容易升起来，那同样呢我心绪里面的嗔心呢也不会升起来。那也因为谦虚的缘故呢，你自然而然能够和很多人呢，就是和和的相处。那这无论说是，就说以他自己的经验也好，或者说以祖师的这些言教来看呢，都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能够，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一般人也好，或是出家人，乃至于说有着上师名号的这些人，或是学法的人，无论任何人呢，只要能够有一个谦虚的心的时候呢，那自然慢心等这些烦恼呢，它就不容易升起。那因为呢，各位呢都是我学佛的法友呢，所以我对各位的期待呢，就是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谦虚的心。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谦虚呢是要从内心呢，就是真诚的有谦虚的这种心，而不是呢身体呢好像对别人很谦虚，然后呢在心里面想着说呢啊，我一定要给谁好看，然后呢这个人呢我要怎么对付他。所以我们所讲述的谦虚呢，是从内心呢真正的呢升起了谦虚的这种美德，然后呢，同样的呢去随喜他人。当我们能够真正的谦虚，而且能够常常去随喜他人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一定获得心的安乐的。或者说我们看到任何友情，或者说我们看到任何友情呢，就是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对他升起悲心。那能够做到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调伏我们自己的心绪。因为呢，我们学习佛法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把这些所学的拿来调伏自己的心绪。如果不调伏心绪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像经典里面所讲的，就像是如天成魔，或者说呢，把药呢变成毒一样。所以我们学佛之后呢，最主要做的呢，就是将所学的内容呢，用来调伏自己的心绪。我们先去讲述他自己一个经验，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就是在教训我们的人。那教训我们的这个人呢，他一开始呢一定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呢他就是想好好的教训你一番。那他在教训我们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回复他说呢，是的，好的，就如同你说的一样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他会突然呢不知道，他会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因为在他的心里面呢，可能想说啊，我现在讲这句话呢，我这样骂你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子回我；那我这样子骂你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这样子回我。但是呢，他骂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很谦虚呢，心平气和的跟他说好的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有点不知所措，他的怒气呢就会突然的消失，因为就像我们在拍手的时候一样的，如果说只有一个巴掌的时候呢，这个是不会响的，就是有一只手呢非常用力的打过来，但是你的手没有迎上去的时候呢，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的。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
能够自然而然很谦虚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在无论说别人对我们做什么行为的时候呢，然后我的心里是真诚的、很谦虚的去对待他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可能引起的这种争执呢，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那也因为我内心呢是很真诚的呢，去同意他的缘故呢，所以我内心自然也不会因此而升起任何的嗔心或是任何的烦恼，反而会因此呢，我的心感到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乐。所以呢，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要是都能够好言好语的呢，和别人呢去对应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也会有比较好的这种状况。那当然有时候呢，我们就比如说别人在骂我们的时候呢，或是在跟我们争吵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据理力争，或者说呢，我可能会反过来呢，就是在言辞上呢去修理他。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或许旁边的人会说啊，你做的真好，你这个回复的很好。你看我们这么多人里面呢，只有你呢能够修理他，只有你呢能够在言辞上面呢，就是刚刚好呢让他吃亏。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说，这样做呢，其实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虽然说旁边的人再怎么赞叹你，觉得说你多厉害，但实际上呢，自己所造的这种业呢，是要自己去背的。虽然说旁边的人呢，好像称赞你，觉得说你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因为呢，你在回复他的时候呢，可能因此而伤害到这个人。那既然伤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自然就造下了恶业。那这个造下的恶业呢，称赞你的这些人，他是不会帮你背这些恶业的。你临终的时候呢，这个恶业只有你自己带走之外呢，赞叹你的这些人，他是不会和你平分你所造下的这些恶业。因为我们都有讲说，在临终的时候呢，是唯有自己做准备之外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可以帮你呢去做准备。无论说你今生呢有多好的名声，或者说呢你今生呢有多高的地位，临终的时候呢，这些都唯有放下。我们能够带走的呢，只有业而已。所以呢，在这边就是期待大家呢，都是能够做一个谦逊的人。那这一点呢，也就是我对各位法友呢最大的期待。那再举一个例子，人们就说他突然想到的，就算说呢，就是我们呢在今生呢在世界上呢，就是无论任何的官司呢，任何地方去打官司呢，我都能够打赢的话，那你能够因为这一点呢，就是你打赢之后呢，然后最后呢在清算业果的时候呢，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嘛？因为你在世间呢，就是你打赢了所有的官司，那由此业果呢会对你好一点吗？并不会的。就说人们先说这样对吗？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唯有我们自己准备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帮助我们的，这样子对吗？就是说呢，我们所学的呢是所谓的正法。那所谓正法呢，在告诉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要观察呢，我们所要抉择的呢，就是我们心绪里面的善恶业之外，并不是呢去看说外面呢别人呢对我有怎样的看法，或是别人对我有怎样的想法。最主要呢是对于说我们自己心里面呢到底造了善还是恶呢，是自己呢要去清算清楚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呢都称赞我，都说我是一个好人呢。但是我们在死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善恶业，只有去跟阎罗王算账之外呢，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我的。就算你获得了全世界所有的这种掌声，所有的名声好名呢，但是呢，我的善恶业在清算的时候呢，你也只能跟阎罗王清算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你的。那今天呢，就是因为讲述这些修仙的内容呢，那时间呢就是已经到了。不过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呢，为大家讲述这些呢，我的心里呢并没有感到后悔，因为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做的呢，就是为我们的临终呢来做准备。然后呢，我们学习经论呢，它并不是真正的进取因，学习经论呢是我们的一个具有缘。那什么才是进取因呢？进取因是真正的呢，能够调伏心绪呢，才是所谓的进取因。那我们该如何呢？我们该如何的呢去改变我们的心绪呢？那就是透由修心以及调心的方式呢，那才会让我们的心呢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知道说，所有最主要的因呢，虽然说有分为进取因以及具有缘两者，但是呢，进取因呢才是主要的。所以具有缘呢，学习经论它仅仅是一个具有缘，它并没有办法呢
保证说我们的心呢能够有所转变。就如同说呢，一个种子呢，如果说这个种子已经烂掉的时候呢，那无论说呢，你给它再好的聚有源，就是你有多好的水、多好的肥料、多好的阳光呢，那这个种子它还是没有发芽，因为它的进取因呢本身就已经烂掉了。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学习经论呢，要是没有办法调心的时候呢，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就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呢来修心，然后调整自己的心绪，然后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变得越来越善良，让我们的心呢能够越来越柔和，然后呢让我们心里的非理作意呢能够变得更少。那这个呢才是我们学习经论最主要的目的。那今天的课程呢，虽然说我们没有在善显秘书呢，就是继续往下做讲解，但是今天的课程呢，它也是真正的课程，而且以我来说呢，这是一个就是属于圣意的课程，因为是能够呢真正帮助到大家的。人们就回复说呢，就是为大家开售，将来为大家开售就是调新的课呢，那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人们说他最主要的期待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变为一个善良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谦虚的人。那当然说最好的话呢，是能够成为一个善巧的智者。但是假使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善巧的智者呢，也没有关系。就像刚讲的，能够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跟谦虚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善良谦虚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呢自然能够获得安乐。那以我自己来说呢，就我们就说以他自己来说呢，就是当有的时候呢烦恼升起来的时候呢，那其实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烦恼升起的时候呢，一定虽然说已经学习过了这么多年的经论，但是烦恼现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刻意呢去对治或去思维说该如何对治这些烦恼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呢，这些烦恼它也会变得越来越猛烈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方式。虽然说呢，现在呢好像有个就是仁波切的名号，或者说上师的名号，但是是否是真正的上师或是真正的仁波切呢？这个是不一定的。我现在呢只是有个上师的名号，所以呢我坐在仁波切的法座之上，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仁波切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如果说我的烦恼呢，我心绪之中烦恼升起来的时候呢，我能够去对治它，能够让烦恼呢减轻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少的话呢，那就是一个真正的仁波切。那如果呢我烦恼升起来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去对治它，反而烦恼变得越来越炽盛的话呢，那就代表呢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仁波切。所以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要看我们心绪里面呢所有的三毒还有烦恼呢，它是否能够断除。因为我也和大家一样，心绪里面呢也是具备这些三毒的烦恼，所以我们大家呢都是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所以我和各位呢，彼此之间呢，并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如果说真的要有差别的呢，就是可能呢，我具备了就是沙弥戒还有比丘戒这种别解脱的戒体。那还有呢，我所穿的呢是僧侣的衣服。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和大家是没有任何差别的。